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已婚嘅內地中年女子來澳期間重遇前出軌對象，俾對方要挾到酒店房間強姦同襲擊，頭部同埋身體多處受傷，過程大約1小時。事後，女事主向一齊來澳嘅親家姐求助，並且報案。治安警到場將疑犯拘捕，聯同事主、報案人一同移交司警跟進。調查期間，有人否認作案。涉案人姓吳，內地居民，34歲男，報稱裝修工人，涉嫌剝奪行動自由、強姦、恐嚇及傷人，被移交檢院跟進。司警前日上晝約11點接獲治安警轉介跟進案件。女事主表示，舊年11月同吳某喺內地夜場相識，並發展成性伴侶關係。隨後發現對方有極強控制欲，所以喺今年2月要求斷絕來往，但係仍然被對方一直糾纏，直至前日凌晨5時幾，事主與家姐一齊喺新口岸區某酒店餐廳重遇吳某。期間吳某要求事主前往自己租住嘅酒店房間，否則向佢丈夫同埋家人公開兩人關係。女事主擔心東窗事發，獨自跟隨吳某到酒店房間，期間被對方強姦，暗中向家姐求救嘅時候被發現。吳某一怒之下用房內嘅玻璃煙灰盅擊向女事主頭部，並以充電線勒頸，導致女事主頭破血流。由於女事主受傷同苦苦哀求，而人不阻女事主求救。女事主當日清晨6點許喺家姐協助下報案，最終由治安警同埋消防救出。治安警當場截獲疑犯之後轉交司警跟進。經檢查，女事主頭部受傷，身上多處受傷。調查期間，吳某拒絕合作，但係有證據證明疑人與案有關。司警以多項罪名落案，已經移交檢察院處理。